咱台煎鼎油滚以后，放上冷冻水煎包，盖挂煮6分钟。上要紧就是固鼎，鼎掀起来就是香公公的一脆煎包，佮染上乌麻的大公个成。看起来简单，其实拢需要不断试验，掌握温度才袂炒火焦佮袂熟。头家五家担任过台南市北区6党外和顺里长，嘛参选过议员。而淡出政坛以后，去年伫南一中甲成大学区开启这间店面，只卖一款就是水煎包，价贵拢有真好的评价。是真的又有芝麻，然后煎得很好，老板手艺很好，然后那个芝麻很多，然后皮薄馅多，汁也多。真的早午餐、晚餐都好。以前那个水煎包比较大，然后皮很厚，那馅很少。那这个皮薄馅多，然后又多汁。而化工的五家开店上在意就是食品安全，同时伫业绩持续稳定成长以后，嘛希望用餐厅顶级的美食，提供中年失业的民众家庭。虽然是用铜板价来咧卖，但是阮非常注重食安，所以阮有经过 SQF 国际级认证的水煎包，然后用益美的猪油来煎，用统一公司的纯水来煮，所以我们想创造一个餐厅级的美食小吃，而且是打造一个可以传承世代的事业。没有人加盟，尤其有一类中壮年银发族被 fire 掉的，现在工作很难找，景气又不好。在这时阵，我希望这个会当做一个事业来合作对社会人士，尤其而且对这附近的学生，我对食安的要求也特别高，而且我特别去卫福部去登录了这个有字号的，这是我创立这间店的宗旨。五家过去的经历，可以累积未少人脉，店内也有甲作家渔夫的翕相来推荐。希望伫67岁以后，以现代朴素版学生的身份，搁再创业，以一包5粒40块的银价介绍来欢喜做，甚至已经开始分享做爱心回馈弱势学生。其实较早你若知影，我开过伫光复路开过花园情绪拼图专卖店。之后又开了一家叫五角冰铺，都是连锁加盟，拢我自己创立的。我较早就这么有凶，所以进口拼图，我要提供给他们1个月吃1包免费的，给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中的学生。因为我儿子也是一中，所以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看待为了帮助弱势的学生所以我提供给南一中低收入的家庭，学校跟我讲有18位，所以我未来会每个月供给他们1包5颗的水煎包，免费来吃来享用，让他们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美食。虽然是小小店面，不过代表五家重新出发，不管到要个插政治，拢是建立人群服务社会。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过的。